我哋寫例如咩我的爸爸啊、我的媽媽啊等等嗰啲作文題目嘅時候，有冇啲方法令到你可以喺咁多篇差唔多嘅文章入面脫穎而出呢？第一，去到為任何一個你想寫嘅人物設定一個外貌嘅特徵，例如啦，我寫媽媽嘅時候，我會寫媽媽的微笑。嗱，當然啦，呢個唔係一定嘅，即係 let's say 啊，你嘅媽媽咁樣好似我咁靚女咁樣嘅，我呢度見唔見有粒癦啊？咁你可以話將呢粒心形嘅癦咪做你媽咪嘅外貌特徵咯。咁除咗話就咁抽啲人物特徵之外，有冇啲乜嘢好處嘅呢？佢係可以幫你強化個性格嘅。例如啦，媽媽嘅微笑，我如果喺文章入面係咁，媽媽嘅微笑係點點點，跟住經過一件事，媽媽又露出佢微笑，跟住經過一件事，媽媽又露出佢微笑嘅話，你覺得呢個微笑可以凸顯一個乜嘢嘅性格特徵呢？我哋一齊寫翻低溫柔，咁就好過你嗰啲媽咪好溫柔，佢好溫柔嘅，佢對我好好嘅，成日就咁講嘅話，你老師改都改到悶啦。用一啲人物嘅外貌特徵抽佢出嚟，然之後將佢喺下文適當地重複一下，你就可以做得到一個好好嘅凸顯性格同人物形象嘅方法啦。